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。今集呢，教大家呢個粟麻蛋炒飯、白米飯、雞蛋、蒸蔥、辣椒碎、花椒粉、酸末植物油、鹽、醬油、香油。將米飯用叉子鬆手，確保不黏合一齊。蒸蔥切段，蒜切末。入鍋加入少許油，加入雞蛋炒熟，盛出備用。喺一個鍋入邊加入剩餘油，放入蒜末同埋辣椒碎炒香，倒入米飯，用鍋鏟將飯炒散，與香料均炒，加入鹽同埋醬油調味，再加入炒好嘅蛋，拌均，最後貼上花椒粉，淋上香油，根據個人口味調整。加上青蔥即可盛出享用。請點讚關注我哋，多謝大家。